各位觀眾好啊！呢度係今期托托托，今日係7月14號，我係你哋嘅主持人沈哲學律師。還我清白！中華總商會前會長稱被勒索和污蔑。喺我哋聽呢一單天地不容嘅法庭新聞之前呢，我哋首先聽咗另外一單新聞。Stonestown 購物商場扶手電梯失靈，導致華裔女子受傷。各位住喺三藩市灣區嘅朋友咧，都知道啦 ，Stonestown 咧係我哋三藩市日落區一個好繁榮嘅一個嘅購物商場，集飲食同埋購物在一體咁樣嘅。咁就呢一單新聞咧，就係關於2022年嘅2月6日發生。咁當時咧有一位華裔嘅女事主咧，就係叫做雷佩慈。咁佢咧就同佢先生咧一齊前往呢個 Stonestown 嗰度咧，就打算咧去呢個 AT&T 嘅手機公司嗰度咧就去購物嘅。咁當時咧，當佢入到呢個 mall 之後咧，佢發現咧，咦嗰個嘅扶手電梯咧就停頓咗喎，咁啊真係唔喐啦，係咪？咁但係呢個 AT&T 嘅手機公司就喺2樓嗰度咁樣。咁佢見到咧呢個上升呢一個嘅扶手電梯咧，雖然咧就唔喐，咁但係啊就有啲顧客咧就喺度行上去咁樣，咁所以咧就阿雷佩慈咧就跟住其他顧客咧一樣咁樣就行上去，咁然後佢先生咧就隨佢背後咁樣，亦都係行上去。咁但係啊扶手電梯咧就同普通嘅樓梯咧就唔同，因為啊當佢停頓咗嘅時候咧，就唔係每一級咧嘅高度都係一樣嘅噃，咁所以咧，當佢走到去最頂嗰幾級嘅時候咧，咁呢個雷佩慈咧就唔小心啦，就失去咗平衡，咁而咧就跌咗落地下，跌咗落去呢個升降機嗰度，咁受到嚴重嘅傷害。咁而佢先生咧後邊咧就目擊到整個跌傷嘅過程咁樣嘅。咁隨後咧就呢一個雷小姐咧就入稟法院，就起訴呢個 Stonestown Galleria 咧，就話佢哋咧疏忽導致佢受傷。咁而呢個 Stonestown 咧就抗辯啦。咁佢話其實當時咧就呢一個嘅扶手電梯嘅旁邊啊已經動咗一塊牌喺度，就話 out of order 咁樣。咁就話咧阿雷小姐就唔應該用嘅。咁但係咧，雷小姐聲稱啊，首先佢又唔識睇英文啦，係咪？第一，第二咧就係佢見到其他顧客都係一樣咁樣行上去，咁佢以為就係安全嘅 ，OK？咁但係其實咧，通過佢律師啦，就話咧呢一個扶手電梯嘅指引書咧，就好明顯地寫住咧，就話若果係停頓咗咧，就唔應該俾人行嘅咁樣。咁佢話呢一個嘅摩啊。其實當時咧就應該攞一啲障礙物咧去阻住呢一個嘅扶手電梯，就唔應該俾啲顧客咧行上去咁樣。咁呢單案件咧現在咧正在喺三藩市嘅高等法院嗰度處理緊，有新嘅消息我哋會喺度同大家分享嘅。咁家下咧就等我哋嘅記者阿 Lisa 同大家分享法庭新聞。大家好，我係今期托托托嘅記者 Lisa。6次借款共46萬美元，住宅名錶珠寶抵押成空。本案嘅原告係施平中鍾思平，而兩名被告美優姚梅同雍姐蘭南永堅，佢哋曾經係一對夫妻。根據訴狀，鍾思平指稱佢喺2018年認識姚梅女士。姚梅女士得知鍾思平係嚟自中國嘅新移民之後，就以投資機會同埋其經營嘅業務為由，誘使鍾思平借出資金。法庭文件顯示，由2019年嘅7月到2020年嘅2月，大概7個月內，姚梅女士先後6次向鍾思平借款，每筆金額由3萬到20萬美元不等，合共46萬美元。雙方均簽署咗借據，部分約定年息10%或者以上。並以多款金錶、鑽戒、金頸鏈、金幣等貴重嘅財物作為抵押，承諾約定期內連本帶利償還。此外，案件仲涉及位於加州大利市 Sutherland 4號嘅住宅。訴訟指喺2019年11月15號，姚梅女士同埋南永堅先生向鍾思平表示，南永堅先生會將該住宅轉讓俾姚梅女士。
而姚梅女士簽署咗借據，就將該住宅列作為20萬美元借款嘅抵押。但鍾思平稱，兩名被告最終冇完成房產轉讓或者係抵押登記，令到佢無法透過物業追回欠款。案件嘅另一個焦點係鍾思平指稱，姚梅女士早喺2018年已經被另一個債權人起訴，並被判咗支付數十萬美元嘅賠償。但係其後，姚梅女士同藍永堅先生完成咗離婚財產分配。喺分配嘅時候，包括 Luxury Auto Service Centre 豪華汽車服務中心同埋上述嘅大利市住宅等夫妻共同資產，均分配咗俾藍永堅先生。而姚梅女士就冇取到任何嘅夫妻共同財產。鍾思平認為相關嘅安排涉嫌借離婚轉移資產，逃避債權人嘅追討，因此要求法院撤銷有關財產轉移，並追討借款本金、利息同埋其他嘅損失，索償超過55萬美元。目前案件仍然喺高院程序處理當中。根據公開資料，本案被告代表律師阿德廖係花式溜冰冠軍阿里莎廖嘅父親。不過，律師身份同案件事實同埋法院嘅最終裁決並冇直接嘅關聯。如果本案有新嘅進展，我哋會喺之後嘅今期托節目再同大家跟進。多謝大家收聽。還我清白，中華總商會前會長稱被勒索和污蔑。嗱咁啊，呢單案件咧嘅男主角咧喺呢一邊呢一個咧就係叫做劉運芳，好運個運，現年咧就係57歲。嗱咁啊，佢咧係一位嘅 architect 建築設計師嚟嘅，咁有自己間公司喺三藩市。咁咧就擔任咧呢一個嘅三藩市嘅中華總商會嘅會長，咁但係咧因為呢一件事件咧已經辭咗職啦，上個月。而呢一單案件嘅女主角咧就係叫做李婉儀 Judy Lee， 咁啊現年啊37歲，即係話比阿劉會長細20歲啦。OK， 咁佢咧就係由呢一個 UC Davis 嘅大學畢業，咁啊曾經咧就係參選過多項嘅選美比賽。就包括呢一個沙加緬度嘅亞洲小姐、三藩市嘅華埠小姐，同埋呢一個星島日報嘅星島小姐。OK， 咁就固然知啦，係一位靚女啦，係咪？咁佢咧就之前咧，亦都喺中華總商會係工作嘅，就係做一個 event coordinator 活動總籌。嗱咁呢件案件咧嘅起源咧，就係喺今年嘅4月10日。咁總商會咧有幾位同事咧就發現咧喺個公司嗰度咧就係一個秘密嘅監視鏡頭。咁而呢個監視鏡頭咧正正咧就係安裝喺呢一個嘅李婉儀嘅工作台上高咁樣。嗱咁佢咧呢啲同事咧馬上通知個總商會嘅人事部去作出調查。咁而嗰個人事部咧就喺4月14號咧就 call 阿李婉儀入嚟 office 就問佢。點解喺你張台度會有一個秘密監視嘅鏡頭？咁當時咧，李婉儀咧就拒絕，就唔承認啦。呢個鏡頭咧同佢有任何嘅關係，亦都抵賴啦，就話我冇安裝喺度。OK，咁但係之後咧，呢一個總商會嘅人事部咧就掌握咗一啲嘅證據啦，證明咧李婉儀咧係的而且確將呢一個鏡頭放喺佢個台上高嘅。嗱咁隨後咧，李婉儀咧就向呢一個總商會咧就作出一啲嘅指控，咁就話咧阿劉運芳會長啊就係性騷擾佢喺呢個工作場所嗰度咁樣，咁因此咧就係要求賠償。咁而劉會長咧就因為咧想小事化無啦，係咪？咁因此咧就願意作出咗金錢嘅賠償俾李婉儀。而雙方面咧就簽咗一份嘅保密協議書，叫做 Non-Disclosure Agreement， 所謂嘅 NDA。嗱咁啊，當雙方面簽咗一個保密協議之後咧，件事咧就並未告一段落。咁事關啊，李婉儀之後咧就去信俾中華總商會嘅董事會 ，OK， 董事會咧總共有30幾個人嘅，咁就公開咗啦，就話咧。有呢一個嘅工作性騷擾嘅問題喺度咁樣。嗱咁當呢個總商會嘅董事會得知到呢件事之後咧，
佢哋咧就施加壓力俾阿劉會長呢個 Donald Lu，OK， 英文名叫做 Donald Lu， 就叫阿 Donald 咧，你唔合資格喺度再做會長啦。咁當時咧，劉會長咧就答應啦，就辭去呢一個會長嘅職位。咁但係啊，呢一啲董事會咧就仲未罷手，因為咧其中13個董事咧就係去信俾所有嘅媒體，包括一啲英文嘅媒體啦，就係話呢一個劉會長啦，就係工作就唔妥當 ，OK， 有呢個嘅性騷擾行為，就要求佢啦，連董事啦嘅職位咧都要辭埋去咁樣 ，OK， 咁所以呢個所有嘅主要媒體啦，都將呢一件事咧就報導咗出嚟。嗱咁家下咧，劉會長咧就聲稱咧佢係冤枉嘅 ，OK， 佢覺得咧就對佢咧好唔公平，咁佢咧就委託咗一位叫做 January Mac 麥浩然律師 ，OK， 相裏邊呢個啦，咁就係代表咧阿劉會長咧去法庭嗰度為佢申訴 ，OK， 咁佢已經入紙咗呢一個起訴書，咁我亦都睇咗呢個起訴書啦。嗱咁起訴書裏邊咧，佢就告呢一個李婉儀啦。就話佢咧係有一個勒索嘅行為喎，點解勒索佢咧？咁佢聲稱啊，李婉儀本身咧佢自己做得唔啱 ，OK， 放一個閉路電視鏡頭、監視鏡頭喺個工作範圍裏邊啦。咁但係當佢被揭發嘅時候咧，佢就作一啲不實嘅指控 ，OK， 話阿劉先生咧就性騷擾佢。咁但係其實咧，根據阿劉先生講咧，兩人啊，喺佢未入去呢一個嘅總商會之前咧，已經有一個 consensual 而一個超級友誼嘅關係。OK， 嗱咁呢個佢用呢個字咧 consensual 咧，即係話雙方同意嘅情況之下進行嘅友誼。嗱咁通常咧 consensual 咧用呢個字咧都係講性行為嘅，好冇？咁但係呢個起訴書咧就係冇提及性行為 ，OK， 只係講話友誼嘅關係啫。咁但係用呢個字咧，都係有啲即係有啲奇怪嘅 ，OK， 唔緊要。嗱佢咧就話啦，雙方其實咧已經有一個雙方同意嘅進行嘅超級友誼關係噶啦。當佢未入去呢個總商會之前咁樣，咁而佢依家咧就攞晒呢啲嘢出嚟咧，去指控佢啦，係咪話佢犯咗罪咁樣？咁因此咧。就係嘗試咧勒索呢一個嘅劉會長咧，俾錢佢。咁而因為劉會長咧唔想惹大啦呢件事啦，咁所以咧就賠咗錢俾佢。咁但係家下咧，根據呢個麥律師講啦，呢個劉會長咧就唔再承認呢一個嘅保密協議書啦。OK， 因為佢話保密協議書咧係由呢一個李婉儀去勒索佢啦，先至會簽嘅。OK， 咁佢依家咧。就唔再保持沉默 ，OK？ 佢要出嚟咧，係要求啦，還佢一個即係要求法官咧，還佢一個清白咁樣。咁呢一件事咧，佢話啦，聲稱啊，導致到咧劉會長咧最近咧就係消瘦咗好多啦 ，OK？ 夜晚黑瞓唔着覺啦，同埋啊，亦都因為呢件事咧，佢嘅心臟出現問題，要經常食藥喎咁樣。嗱咁家下呢單案件咧，仲有一個好有趣嘅 point， 我亦必須要同大家分享嘅。咁就係咧，根據劉會長喺佢嘅網站上高啦 ，OK， 因為佢係一個建築設計師嘅公司嘅主辦人，咁佢係呢個叫 MEI 嘅 Architect 個網站咧，咁就話佢間公司咧就係負責咧去做呢一個花園閣翻新項目，係嘛？呢一個嘅設計師，咁大家都知道啦，呢個花園閣咧就嚟咧會有一個翻新。咁而且就係用呢個7300萬嘅撥款咧去做呢一個大 project 嘅噃，係咪？而家大生意嚟嘅，咁就係撥咗俾阿劉會長嘅設計公司去 handle。嗱咁家下咧，劉會長喺佢嘅起訴書嗰度咧就話，因為李婉儀咧喺公開咁樣去污蔑佢 ，OK， 令到佢嘅聲譽咧掃地，咁因此咧就係干擾佢嘅經濟利益 ，OK。咁具體嚟講咧，干擾佢乜嘢經濟利益，而且佢會有啲咩嘅具體嘅金錢上嘅損失啦，係咪？同呢一個嘅花園閣嘅翻新項目呢一單大生意又有冇關係咧？嗱咁呢一點咧，我哋咧有待咧法庭嗰度嘅檔案咧，會更加披露更加多嘅細節，好冇？咁當我哋掌握咗呢啲嘅消息之後咧，
我沈律師咧會喺呢個今期托嗰度咧，再為大家一齊去分享嘅，千祈唔好錯過啦！多謝各位收睇今期托，咁啊，我同我哋嘅團隊咧都好感激各界一向以嚟嘅支持啦。咁就嚟緊啦，我哋會有一啲特別嘅廣告機會，係咪？俾各位商家咧可以考慮放一啲宣傳嘅廣告喺我哋今期托。咁依家就由梁家樂啦同大家介紹一下今期托節目。係一檔週播節目，於2026年3月份開播，融入時事法律本土資訊，透過社交媒體網絡、YouTube、微信視頻號、小紅書、Facebook 等傳送，讓觀眾隨時可以掌握三藩市灣區嘅重點法庭新聞。每個星期以中文深入解讀複雜繁瑣嘅法律常識，隨住節目深入社區，傳播面同收視率穩步上升，係商業宣傳嘅最佳平台，為全面提升節目嘅製作質量同內容深度。歡迎商家網友特約贊助，支持灣區新媒體發展。